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哋嚟到呢個火炭御龍山，靠近地鐵站，有商場、有食肆、有鐵路嘅一個屋苑。呢度係區內非常之熱門嘅屋苑。點解呢？因為方便係最大嘅賣點。另外，佢呢個景觀就係望返住呢個沙田馬場同埋城門河嘅方向，東南河景。我哋而家係位於7座嘅一個中層單位，呢度實用面積1012尺，3房1套嘅戶型，再加一個儲物房同埋工作套房。呢度客廳嘅位置空間感十足，客廳嘅旁邊呢就係我哋廚房嘅位置啦。廚房連接住嘅就係呢個工作套房。今日我哋睇緊呢個係一個二手物業，如果你真係中意嘅話，咁我相信你全間屋呢，我會建議你一定要做全屋執收。客廳另外一邊呢，就係連接住一個儲物房嘅位置啦。另外3間睡房望住嘅都係同一個景觀，馬場嘅方向。嚟到最靚嘅主人房位置啦，主人房多咗一個衣帽間衣櫃嘅位置啦，跟住再嚟就係呢個角子窗。望住嘅係呢個沙田市景。如果你係想喺沙田區20年樓齡以下，又要方便，又要交通配套齊備嘅話，呢度應該啱晒你啦。呢個係一個7座嘅 A 單位，有鎖匙，隨時可以同你參觀。另外，業主叫價1680萬，如果有興趣嘅就約我睇啦。